今天呢，我又要跟大家讲几句，关于最近在台湾有人专门在闹，自己是这个宁马掌教法王的这个事情。因为呢，昨天呢，在台湾他们在圆山饭店里面就举办了所谓的容忍典礼。那这个呢，一般来讲的话，在台湾的藏传佛教的信徒，其实我看到是非常偏见的一个状态，尤其是喇嘛们，因为在台湾至少有几百个喇嘛，那这个当中也有宁玛的很多的这个佛学会、堪布仁波切上师都有的。但是呢，这次的座床典礼也好，他的这个容忍典礼里面呢，这个藏传佛教的上师们出席的几率几乎是一个1%的状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现场在台上看到的，除了求助他自己之外呢，左边看到汉传佛教的2个这个法师啊，那他们是被邀请的，他们也许只是知道在圆山饭店里面有一个很大型的这样的一个活动，然后他们觉得应该是这个台湾的这个佛法传承汉传藏传之间的这个团结的一个考量，我不知道什么情况但是呢，我们呢就是也有一些了解呢，他们有一些人知道这个其实不是真的这个整个宁玛承认的这样的一个具有真正的意义的这个掌教法王，但是他们还是也参加了，不知道什么用意。因为本身真正的，如果你是关心那个佛法之间的这个团结和正面的发展的话，至少你可以不关心在藏地的这些藏传佛教情况，但是如果在传入台湾之后呢，就变成台湾社会的一部分。这个里面就是我们也应该要尽量的，大家能看到的是比较正面的、真实的、没有争议的、正派的这样的一个发展，而且各自己乱搞，然后又在台湾的本地的这些有名望的一些法师去参加。其实这些做法本身除非是他们自己真的不知道，实际上这是非常遗憾的一个事情，也说中一点来讲的话呢，也是不负责任的一个行为所以这样的，所以这次我看到这个金耀法师也在那边，还有这个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他们都一起在那边，所以有什么目的？为什么要这样搞？而且这个选举里面，为什么这个藏传佛教的这个宁玛的这样的一个名义，他自己乱搞的？也为什么就是做成他们自己的这样一个平台？我觉得也是这方面很多方面是这个很难理解的。当然政客就是政客嘛，所以呢，台湾的现在的选举也倒数就是30天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了，所以我也非常了解那边的这个方面的情况，所以他们要的这就是民调，他们要的就是一个选票的，所以呢，任何的这种公众场合有机会参与等等，尤其是那种宗教的名义的时候，他们不会分什么他是不是正派，他们是邪派，他们是不是真的是有承认的不被承认的，他们是无所谓的，所以他们这些方面呢，不会有任何的这种负责任的这种有原则的这样的一个做法的。所以呢，那个候选人他去在这个现场呢，我是完全是不意外的。但是真正的善知识和一个法师来讲的话呢，应该不是说是哪一个场合你就是受邀请就去，不是这样的。你该去不该去，他是不是真正的代表着藏传佛教，还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至少透过秘书或透过你自己的一些学生，
透过你自己自身的观察，应该要有能力判断和分辨，和有一定的这个原则啊，这个方面呢，就是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不但是关系到这个整个藏传佛教，也是台湾本土的这个藏传佛教的未来也有很大很大的关系的啊，这也是我就不得不讲的一部分。另外一个在台上呢，就是看了除了乔治，就是看到一个仁波切啊，这个仁波切就是乔治仁波切他自己的亲弟弟啦，还有另外一个穿便服的，也就是他的弟弟。所以呢，其实这现场呢，除了这个汉传的法师之外，因为这次的这个事情都是从头到尾非常荒谬的一个事情。第一个荒谬是什么呢？他10月24号一开始宣布的时候，他说是这是宁玛的6大祖师强烈请求要做他法王，这个张家法王。结果呢，直到目前为止，他的这个容忍典礼已经结束了，但是现在都没有6大祖师的这个请求的信函，也没有他们的支持，也没有他们的祝贺信，更没有昨天现场那个6大祖师的，没有任何代表。就像那曼珠林，就像他自己是属于白鱼传承的，那白鱼的本来的在这个新店那边都有白鱼的这个官方代表的佛学会，那边的干部的我都认识，一个都没有去参加啊！这些时候能说明一切啊，这些都说明一切啊。还有台湾国际藏传佛教研究会，还有法脉总会，还有在那边这个西藏宗教基金会，那更不用说了，他就是权威的在那边的一个藏人的一个代表的单位了。所以他们的没有任何人去官方安排的啊。所以呢，不但是没有去，没有送一幅画。或者没有送任何的一个我们藏人来讲一个哈达，或者没有安排一个人去参加，更没有一个信函，而且是他们的每一个这些单位，尤其是这个宗教基金会、西藏宗教基金会的那个尊值民意的，就是那个官方的网站上，就是用印度的菩提迦叶大祈愿法会总部的，就是反对他自己擅自做藏教法王是不可能的、不成立的、没有这回事的这样的一个直接反驳的信函，就是分享的方式，就放在他们自己的网站上，还有特别有对于针对性的说明啊，这个台湾信长一定要知道的啊。所以经常台湾有一些藏传佛教相关的事情的时候，所有的媒体啊、官方都会确认啊，就是问那些国际藏传佛教研究会，问那个西藏宗教基金会。但是呢，这次呢，你们有没有去问？有的话。没有的话，也现在直接去看他们的脸书就已经够了啊。所以还有在这个台湾也有专门的藏传佛教的这个僧团的蓝的圈组，就有几百个喇嘛的。所以这个里面呢，所有的很多都我曾经呢在那边住过的，所以我认识的堪布上师特别多。那这个里面呢，昨天我唯一看到的一个就是夏迦喇嘛。他叫夏迦喇嘛，那个夏迦喇嘛是本身是乔治达自己这个经常在一起吃喝玩乐的这样的一个伙伴，所以他支持他和他的宗亲不得不支持他，就是一个支持的一起，就是做这个事情的一个。我觉得他是一个错误的角度来讲，就是一个公犯制。除此之外呢，没有看到任何的真正的我知道的这个藏传佛教的这些寺庙，也没有其他的这个教派的参与，只有几个这个不丹来的，可能有些新的不丹来的在那边，因为不丹人不懂中文的，其实是，所以呢，就是在那边有一些公神啊等等，有一些时候呢，他们就会邀请了他们去，因为这个乔治他。主要是这个宣传，所有都从头到尾是在这个台湾那边，就是用汉传的方式去做的啊，所以呢，所以这个里面就是本身呢，这个藏人的参与的特别特别的少，然后藏传佛教本土这个本来在印度啊那边来的呢。
这些六大祖师啊，所有的这些宗教一个都没有了。那唯一的这个所谓的他旁边的那个仁波切，就是他的家人。他的家人本身呢，就是我觉得这是他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是一个家人，这是一个兄弟的一个亲密。但是他是一个传承的一个事情，他这样乱搞的时候呢，应该劝他不要做，应该就是你做你的事情，我们不参与。如果我的弟弟和哥哥这样搞的话，我也许不一定能劝得过他，但是我绝对不会参与的。但是这一点来讲的话呢，当然是也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但是呢也是非常失望的，令人失望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个是不关我的事情，他们的事情。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他是这样搞了，他那边已经弄一弄自己的佛学会，就真的是搞定了吗？其实是没有这回事的。因为呢，他这个本身的，如果以制度和这个做事情的角度来讲的话呢，那个大唐佛学会都已经不再是大唐佛学会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大唐是乔治的前世就是大唐的，那个乔治的前世大唐是他的这个西藏青海这个藏地青海的这个大唐寺白玉大唐寺。那这次呢，乔治他自己已经所有的已经是日期时间都确定之后呢，就是向这个大唐寺就是要求要写支持信，还有要安排人来参加。结果呢，就是寺庙是不但是拒绝了，而且用正式的信函的方式来说我们不会参加你的这个活动，而且我们觉得是你的这个是完全是这个一个无法无天，就是根本不合法、如法、不是如理的一个事情。他说没有任何一个寺院和个人来就是安排和这个举办这个宁玛的张家法王，自古以来从来没有这样一回事情。这个是西藏的六大祖师和两大嘎尔，就是那个雅金色和就是这个拉荣寺站立的这些整体的宁玛的一个事情，不是大唐寺的事情。他说这个我们没有这个义务，也没有这个权利，我们不会参加。我希望你也马上停止这个做法。为什么呢？这个呢不但是对你们有帮助，将来会有很大的一个害处啊，就是这样的一个警告。这个就是藏文版都我们现在已经也放在我的脸书上，也有已经贴在很多的这些脸书啊这个官方网站上都看得到的啊。但是呢，他已经完全公然的违背了自己的祖师的意愿了，所以这种情况下，他已经不存在任何的这个寺院的代表的意义了，因为他已经完全是背叛了，知道吗？就是背叛了他自己的做法和他的祖师白玉大唐寺的做法是完全是背道而驰了。那这个背道而驰的话，很简单的一个理论，比如说在这个台湾现在也有这个白玉寺嘛的佛学会，也有宗萨佛学院的，也有塞拉寺的。那他们如果那边本来是这个寺庙的一部分，但是呢，就是结果他们的一些完全做法这样的一个荒唐的一个做法的原因，然后就是在印度的那些宗萨或者这个塞拉或者这个 Numberling， 他们说你不停止这个事情做法，我们不支持，你不要这样搞。然后结果还是在那边的代表那些堪布和仁波切，他这样乱搞的话呢，那现在从这个开始我觉得他和这个寺庙的一个三昧耶，他的这个是完全是已经是违背了。所以呢，现在其实这个大唐寺的佛学会都没有大唐寺的代表的任何的意义了，因为大唐寺非常明确的反对和一个反驳了。所以呢，他自己呢，反正就是一个佛学会，他自己的就是求实的佛学会在办，然后这个一个叫做夏迦喇嘛，他在帮忙在那边，就是自己两个人在弄。那这个后面呢，就是有这些政治人物呢，他们也有了一个平台了。但是这个平台都透过昨天我有一个改举派的一个人物坎博，他也收到了一个大家的一个疑问，他说那些你们藏传佛教，尤其是这个宁玛的，是不是支持国民党啊？
意思就是说，你是一个宁马的张家法王吗？为什么只有国民党的代表来？为什么他们在一起？其实实际上是在台湾的藏传佛教呢，没有任何的这个政党的立场嘛，无论是蓝和绿的，都是一个尊重的态度，都是一个学佛的，都是这样的，谁做好就谁，不会要去支持哪一个党派。所以这个本身就是这一直以来没有这回事。那这次呢，如果他们这样的一个做法呢，其有什么目的，我也不需要猜测。但是呢，你们一定要知道，他不是宁玛代表，他不是张教法王，他完全什么都不是，他只是就是那个北域求知，他求知求知他自己所以呢，就是他的一切的作为都过去、现在、未来都不代表着这个整个的这宁玛的。我觉得这个是我今天在这里最要说的这个重点，也就是在这里了所以这次呢，就是你们也一个一个去问吧有没有你们这些台湾的一些藏传佛教，尤其是宁玛的这个百余中心也好，还有这个周清的也好，还有这个嘎头的也好，很多各种各样的都有的。所以呢，每一个上师和仁波切，我相信这些关注藏传佛教的都多多少少会有这些喇嘛们认识的嘛，你们为什么不去嘛？就这么简单的事情，而不是你们宁玛的事情嘛。这是非常荒谬的一个事情，是在印度、尼泊尔、不丹的整个的宁玛没有来的代表都不来之外呢，这些大寺院的是代表不来之外呢，台湾的那些佛学会的喇嘛也不去，但是反而呢，那些国民党的代表和这个金耀法师他们来就是协助，再加上呢，当然是他自己的家人，就这样的一个。然后汉传佛教的一个法师呢，当然他说是有这个1000个僧人要去供养，但实际上呢，现场我看到的是这个僧人也应该就是更多，就是这个汉传佛教的僧人，也就是差不多就是100左右吧，我不太确定当然呢，就是我可以确定的是，现场整个的人也不到1000了，所以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当然，这些细节呢，我也不需要谈人多也好，少也好，主要是他有没有宁玛张教法王的代表的意义在，我觉得这是重点。所以呢，这个里面呢，就是这个你们一定要搞清楚所以呢，有些人以为是我昨天在那边那么隆重的办了一个事情，而且自己也已经宣布了，那个就会变成这个完全不代表他的宣布是不是有合法基础嘛？这是重点，没有任何合法基础了。那这样的话呢，比如说今天他这样做，那明天呢，在这个台北的另外一个宁玛的佛教中心，他自己说我们想当这个宁玛张家法王，我们的仁波切明天再办一次。那就是你说谁是合法的，谁是不合法的，都没有6大祖师的这个支持，都没有这个宁玛的其他的这个喇嘛们的参与，但是他自己的佛学中心就这样做，就能成为吗？这个是完全是最基本，一个立长也不能这样讲的，一个假长也可能真的很不知道能不能这样当。所以呢，就是这是一个非常荒谬的，就是一个实践法和出实践法，我们这个一个组织和团队的一个最基础的常识都完全是没办法就是接受这样的做法的嘛。所以这个就是你们以为他已经在法座上，难道真的是会成为这样吗？不是的。还有呢，当时他昨天也特别说，他有一个叫做半壁王修法王什么仁波切的一个法门要给他，然后就给他说要做这个宁玛的张家法王。其实这是非常荒谬的事情，因为这个我曾经也说过了，我仔细的看过，当时他给他那个法帽的只是一个祈福和期许，他说你是一个这个白玉的为这个一个仁波切，将来希望你能够弘法利生，对宁玛的真教法做出一个贡献。所以这个是2013年是在印度张教法王正在那个达隆觉智仁波切，就是正在他在这个真心的一个状态。后来呢，2017年开始呢，还有这个格泽法王也在这个。因为第6人和7人都在这个后面的事情，所以呢，这个中间没有任何的这个张教法王他来这个接任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就是根本没有任何这方面逻辑。藏文里面的有一些赞叹上师的一些清净观的说法呢，他自己断章取义来，然后就是放在那边来利用。我觉得这些的每一个细节非常非常
这个毛骨悚然的。有时候我必须这么说，为什么呢？因为他曾经确实是这是认证过的一个专师诸葛，然后呢也被这些大商士们，也就是摄受他，然后就是也成为了一个弟子。那现在这些所有过去的，而且他的信徒也经常就是攻击的时候，他根本没办法给我们现在真正他这个张家法王的一个合理的基础的这些文件信函都给不出的时候，他直接跟那个丁国法王一起的这些30年前的照片，然后就是拼命的，还有白脑法王一起的那些旧的照片。而昨天他们直播的时候，其实是直播的画面出现的是什么呢？印度南遮朗是的他们日常的那些喇嘛们在那边念诵的一个画面放在上面，然后看起来哇，很多藏传佛教的喇嘛在那边，实际上打开的里面就是在现场的，只有这个上面的台上只有他弟弟穿这个喇嘛衣服的，只有他的弟弟，还有这香家喇嘛，那下面有几个人吧，还有其他几个那个瑜伽师的衣服的，都是上个月他自己在那边自己的佛学会的一些弟子们带他们一个这个绑着他的那个红色的帽子和这些瑜伽师的衣服的那些主要是这样的，所以这些都非常可笑的，但是可笑也没有关系，这是他个人的事情，这个他自己觉得 OK 就 OK 了啊，这个我不评价，但是重点是他真的不是这个张家法王，阿弥陀佛。